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咧讲做生意，都爱和气生财，千万唔通结气小财，都爱人人好，千万袂当磕头，安尼才会当好斗阵个实在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读做科，科而科第五条，科意思就是结歹头，看起来正焦头，歹斗阵的形。咱讲这人真科。另外，古早台语字典也有说明，有一个音读做科，意思嘛同款是讲这人真刻薄，或者是上气的形。有人讲这人科短短，另外这个科嘛有扰乱的意思，像讲科风，意思就是草木定定互风吹，像讲树啊种伫咧较科风的所在，就较袂活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磕头，意思就是形容一个人做人真焦头，歹斗阵。第二个词读做咳嗽，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讲一个人真久无食油草，像讲伊食物件较咳嗽。咳嗽嘛会当形容是土较无营养，像讲这块土地较咳嗽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阿明做人伤过磕头，伊的地明明就较咳嗽，种田种袂起来，伊嘛袂愿做人来停车，甘愿囥咧遐闲，莫怪无啥厝边想要含你交陪交插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科，另外一个音读做科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